在全球面临长种的乌面腊杯，去年全球的捕捉数量有7000多只，台湾记录到4000多只，有超过9社拢集中伫咧沿海，除了家己布地、台南七股，也佫有家庭的南地，加上在地渔村的文化，是成袂少游客来遮行搭。 透早有日晖啊，几60只乌面腊杯伫水边啊穿毛，家庭啊湿地面积有171公顷，水池啊干网布花，多元化的环境满足无共鸟的需求。高雄市政府甲遮规划做家庭啊湿地公园，有些游客中心甲香蕉啊亭，游客会当用免费的千里镜来看远远的乌面腊杯伫算什么。大概离20-30公尺就看得到黑面琵鹭了。啊，当然他们不会打扰那个黑面琵鹭。 啊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发展这个湿地的价值。甲湿地敢若隔一条车路的家庭市区，弯弯的巷仔路有无共的气氛。伫居民的信仰中心，也有国宝级艺术叶王的剪绘艺术，每一尊作品眼神拢活灵灵，姿态敢若真的。这国宝级的物件，就是人有迄个特殊啊，伊有迄个特殊啊，做起来做笔真做迄个啊个手路去游。 这10多年来，一寡在地人希望结合湿地生态甲在地文化，发展属有家庭的生态观光。有这么多的候鸟还愿意来这里停留，那我们就保护这些，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带动我们更多的产业，这样子。家庭湿地目前是地方级重要的湿地，进前者是德和盐田、兴达港、乌卡深的无路用途拢蹲伫遮，经过30多年的时间，变作大家愿意停休的环境。 我们因为有了茄萣湿地这一块湿地坐落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吸引来了很多的观光客。因为乌面腊杯规定会休伫遮，家庭逐年拢会成10万个游客来，正做打造特色产业精彩的好所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